陈琳是东汉广陵射阳（今属江苏）人，字孔章，为建安七子之一。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，曾建阻何进召四方边将入洛阳诛宦官，何进不听，致事败被杀。董卓四恶时，陈琳避难冀州，入袁绍幕府，随袁绍伐董卓，并掌管书记。袁绍失败后被曹军俘获，曹操爱其才，属为司空军师祭酒，后徙为丞相门下都。建安22年病逝，葬于古射阳湖畔研读径。他擅长写诗，代表作《饮马长城哭行》，以对话形式描写繁重劳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，对乐府民歌影响浓厚。亦擅长撰写章表书檄，为袁绍习豫州文等是代表作。词赋有《五军赋》《神武赋》等。曹丕、曹植等对其才华多有评价，其文学成就对魏晋六朝诗歌创作影响深远。